啊？各位同學，今日會派翻上個禮拜嘅測驗卷，最高分嗰個係鄧一君。Miss 喺度，又遲到啊！第一位同學，係啊，唔好意思啊，盡趕嘅飛的嚟㗎啦已經。唔得，我要罰你，罰我罰你幫我攞簽名相。簽名相，哦有帶咗嚟添啊！有啊！哇！我細個就好中意演戲㗎啦，9歲開始已經拍教育電視同埋兒童節目嘅。雖然要一路拍戲一路讀書，但係都冇影響到我讀書嘅成績㗎噃。我14歲咧就開始拍我第一部嘅電影啦。一君同學，其實我哋唔係好想叫你上。係咯，嗱，你喺 TVB 拍劇集㗎嘛，實見到最紅嗰幾個編一拍主持啦。3年前咧就加入 TVB，咁啊第一套同大家見面嘅劇集咧就係《5個醒覺的少年》，之後咧就拍過《美味天王》啦，做一個廚師，同埋最近拍完咧就係《寵物情緣》，做一個頹廢青年啦，中日咧就身大手板喺屋企攞錢嘅人啦。金像姐夫添啊，實撐得住啊！老師又係呢啲題目啊？唔係，咁冇啲新意嘅，喂，整啲有新意嚟睇下。好嘈啊！繼續作文啊！你睇第一位同學啊，已經作完啦。我要做一個消防員。冇來世，兩脅插刀。啱知道要拍《烈火雄心》嘅時候咧，以為真係夢想可以成真，做一個消防員啊！點知咧，後來先知道要做一個輕度弱智同埋患有自閉症嘅角色啊！呢個角色咧好有挑戰性啊！大部分時間都係用身體語言去表達自己嘅感情嘅。唔好咁啦，唔好掛住玩呢啲假相機啦，冇前途㗎啦。學校就嚟收11週年校慶啦，我哋阿班咧負責表演。各位同學有咩好提議啊？表演 Miss，我諗到，第一次就係咁啦，話劇咁啊，嗱，導演啊、編劇啊嗰啲嘢就等我搞啦。啱啱喺邊啊，可以導電視電影係咪先？咁啊，故事大綱諗埋添啊，咁啊，女主角就你做啦。係，我哋啦，我哋要做啊。男主角梗係你哋做啦。編劇個講咁嘅嘢，你兩個為咗去爭風呷醋。真係爭。